第一届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起稿，包括政府的官员、民间团体甲台语学者拢来参加。主办团体台语政策推动联盟提出3项诉求：第一，要求政府成立台语的专职单位；第二，推动台语成做地方的通用语言；第三，推动台语成做学校的教学语言。期待政府甲民间合作，做伙发展台语。第一届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伫礼拜举办，有侪侪关心台语发展的民众来参加，希望推动台语正常化，嘛呼吁中央地方政府爱成立台语相关的专职单位。大多数人使用台语无一个专职的部会，所以民间提出要有这个台语复振委员会，我完全赞成。台文系教授柯慧茹指出，伫1915年，台湾有8成的人母语是台语。目前政府的本土语言政策受过强调文化甲传承，语言脱离日常生活。因为错误的政策，互华语、英语变作共通语，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，互人藏伫咧本土语。伊认为应该调整过来，甲台语、华语变作台湾的共通语，客语、原住民语藏伫咧本土语言课程，甲英语改做重要的外语，安尼台语就有法度恢复伫日常的生活来使用。客话甲原住民的语言是族群语言，但是台语是通用语，所以台语毋是讲倒一个族群的人讲的语，伊是应该是台湾过去中文来进行台湾人大部分台湾人讲的语言，而且袂使阁想要讲即寡恁拢本土语，所以恁就拢做共款的代志，恁就拢伫咧课本内面就好。柯慧茹表示，本土语言政策目前敢若伫咧文化部、教育部咧推动，伊认为其他政府部门嘛要对咧重视。台语政策推动联盟讲，一天的讨论只是头一步，接落来会用实际行动来落实台语政策，互台语的发展变做目标。记者陈阿轩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